如果香港嘅朋友上嚟中山買樓咧，第一步我建議可以睇睇我哋本地人係點樣揀樓嘅。好多香港朋友過嚟睇樓淨係會刷YouTube 刷短視頻好多推介其實都係偏向嗰種港式風格、港式思路嘅。比如同你講，樓下係直通巴士站，樓下係嗰種大型商業綜合體。其實我每日都響市場帶好多客戶去睇樓，講句實在話啦，用呢套標準搬嚟中山買房咧，本地人其實唔係話特別太過於埋單嘅，一定要買喺綜合體上蓋一定要買響巴士站呢啲條件喺中山買房未必係一個加分項。所以我今日我就用一個純正中山本地人嘅角度同各位香港嘅朋友分享一下真實嘅買房邏輯，希望可以幫到你。第一個咧，喺中山買樓，首先係要睇地段。其實咧，不管係買邊度都係噶啦，地段永遠都係第一位嘅。中山地段最穩嘅，優先都係主城區噶啦。東區、石岐西區或者火炬嘅部分地方，揀呢啲地方咧，只要貼合你嘅需求，基本上都唔會錯嘅。但係再好嘅地段有兩種產品，我真心唔係咁建議大家去考慮嘅。第一種就係我叫佢做港式孤島盤。咁咩係港式孤島盤咧？就係成個小區嘅定位、設計、宣傳，全程都係針對香港客戶，根本上係冇本地人會考慮佢嘅需求嘅。表面上咧就睇呢個小區好似成個小香港咁我以前都發過朋友圈但係好多本地人都唔係咁中意嘅，因為佢有好多香港朋友都了解唔清楚嘅硬傷，要麼就係出入冇咁方便，要麼咧佢嘅學區資源比較差。雖然好多香港嘅朋友都唔會話響大陸讀書噶啦，佢小朋友，但係你要考慮你以後轉手有冇本地人可以幫你去接。講白一句啦，邊啲盤咧就好似類似官嶺港口上城紅隧一品呢啲，仲有好多咧可以喺後台私信我，因為喺度咧我就唔方便一個一個點名嘅，都唔想得罪開發商。咁呢種盤唔係話住得唔舒服，但係你一定要考慮以後你轉手嘅時候邊個會接手，大概率只係下一批嘅香港客戶或者係外地客，因為我哋本地人咧對學區交通唔達標嘅基本上都唔會考慮，所以呢一類樓盤你轉手嘅圈子係比較窄嘅。第二咧，我就唔係好建議去考慮就係嗰種大型綜合體上蓋嘅樓盤，比如 Coco City 富日城、金英廣場呢啲雙圈上蓋嘅，其實本地人一般般嘅咋。要麼咧呢種盤樓齡比較舊，要麼就得房率低，要麼咧就之前定價太高，而家嘅性價比係一般嘅。仲有就係大部分嘅綜合體上蓋嘅樓盤佢落班時候樓下都係比較塞車或者係交通比較繁忙特別是係一到嗰啲什麼聖誕節跨年呢啲地方講得好聽就係熱鬧。如果你喺樓上咧，真係冇12點1點，你都唔使話諗住熄燈買呢種綜合體上蓋，仲有一種風險就係商圈嘅熱度，如果變咗之後，就好似而家嘅石岐大信、遠洋大信或者係利和廣場咁樣以前係好旺嘅，但係而家熱度過咗之後呢，就變晒噶啦，跟住佢嗰啲樓價都會降落嚟嘅。但係如果拉開2-3公里，商圈附近你屋企去邊個商圈都係嗰10幾20分鐘嘅。咁就係完全唔一樣嘅選擇。呢種鬧中取靜、靜中帶旺嘅地段，先至係本地人最中意，而且係最強烈嘅嗰啲樓價。當然啦，唔係話只有主城區先可以買你如果習慣走港珠澳，想要近珠海嘅朋友，三鄉坦洲都有好多香港客戶揀嘅。揀啱位置咧，居住嘅體驗亦都唔會比市區差。坦洲咧，佢係分坦洲南同埋坦洲北。坦洲南咧就係14村挨近珠海香洲區一帶啦，10零分鐘嘅車程咧，直接係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嘅，適合經常走港珠澳或者係去澳門嘅朋友坦洲咧，佢配套都好成熟嘅，只不過有啲地方嘅城市唔係差啲嘅啫。好多小區嘅裏邊嘅環境同埋戶型都唔差嘅。坦洲北咧就係本地人自住多啲香港朋友咧，我就唔係好建議特別是嗰個花城國際嘅大盤你太大體量嘅樓盤咧，你以後轉手都唔係咁容易㗎。三鄉咧，我就建議買中心區咁就係以大潤發順昌廣場一帶啦，配套夠齊直通巴士又多，適合養老自住。其他太偏遠嘅位置，好似華發嗰啲，我都唔係好建議去碰。簡單嚟講啦，坦洲就係買通勤，三鄉咧買居住，兩個邏輯咧有少少唔同仲有馬鞍島，其實都好多香港朋友關注㗎，因為呢度有新嘅中山客運口岸，有地鐵嘅規劃對面就係深圳，買嘅就係深中同城以後嘅價值。想買靚嘅可以揀南部嘅灣中新城或者係香山站嘅 TOD， 其他片區咧我就唔係好建議咁樣去亂揀啦。如果有需要咧嚟問我我喺馬鞍島咧都有非常多嘅客戶，而且我自己都係馬鞍島嘅業主。不過我因為我嘅時間精力有限，所以就唔可以話每一個樓盤都每日喺度講仲有一個咧就係火炬板塊太陽城一帶咧，
好嘅樓盤唔多嘅，唔係好建議嘅。真心想睇咧，都係睇翻博愛7路挨住我哋東區近市區嗰個位置啦，配套夠成熟。主要就係買佢嘅環境同埋價格嘅性價比，轉手亦都比較容易。咁總嘅嚟講咧，主城區買嘅就係安穩，馬鞍島買嘅係未來，三鄉坦洲買嘅係通勤同埋居住。用本地人嘅邏輯嚟揀樓咧，你喺中山買房先至唔會踩坑。咁想要知道自己嘅預算適合邊個片區，結合你嘅需求點樣去揀，可以嚟私信我呢個從業超過13年、土生土長嘅中山本地人哈，我會幫你做一個1對1專業嘅分析，有需要嘅後台嚟揾我啦，拜拜。